亦都入埋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第6場賽事準備。一開閘啊，見到禧年之星啊，首先搶出嘅升高咧，脱咗佢喺後邊嘅，而家顯聖門亦都搶上嚟啦，跟住就飛虎精神啦，最後啲先見到有升高齊名特區啊，咁第二碟嘅話咧，見到有內欄嘅赤鬥士啊，中檔亦都有啊呢隻救運好友啦，然後先至係瀝林之光啊，順利得勝啊，包尾咧就係有啊呢隻升高同埋智多寶嘅開始轉啲彎嘅時候啦，見到呢隻禧年之星今次唔留啊，放咗出嚟，前面有成個幾兩個馬位嘅，守住第2位，見到有飛虎精神，然後外檔個升高齊名上咗，跟住呢就係呢個顯聖門留翻喺第4位，然後就係救運好友啊，跟住先至有特區啊、瀝林之光啊，然後赤鬥士啊呢啲馬順利得勝啊咁樣嘅升高喺尾二嘅，一轉入直路嘅時候啦，次序都冇咩變化嘅，而家見到禧年之星仲係放下猶有餘勁嘅喎，跟住呢就係有啊呢隻飛虎精神啦，而顯聖門啊上緊嚟㗎啦，然後赤鬥士啊咁啊大外檔順利得勝啊，展開衝刺㗎，去到最後200米嘅時候，禧年之星啊，佔先有成2個馬位㗎啦，顯聖門仲喺第2位，跟住赤鬥士上緊嚟啦，然後就係有呢隻順利得勝啊，升高啊，咁啊成排馬追緊佢㗎，中間再望嘅時候，禧年之星仲係佔先有成2個馬位嘅，赤鬥士進佔第2位，過終點第1名就係禧年之星，第2名赤鬥士，第3名係顯聖門。禧年之星由頭放到尾，又贏一場，相當犀利，留又得，放又得。赤鬥士亦都交出好高嘅水準，跑翻一個第2㗎，3、4名咧比較接近啲。顯聖門